嚟用1分鐘時間教大家 exponential 同 log 嘅圖像啦。首先第一樣，我哋點樣去分 exponential 同 log 嘅圖咧？如果你見到有幅圖一個 curve，佢個 y-intercept 會係1，就係 exponential 嘅圖。如果佢個 curve x-intercept 會係1，佢就係 log 嘅圖。所以我哋右手邊唔識嗰幅圖 y-intercept 係1，所以咧佢就有一幅 exponential 嘅圖。我哋 set 成 y 對 a 嘅 x 次先。可能由紫色嗰幅圖 x-intercept 會係1嘅話，佢就會係 log 嘅圖。咁我哋 set 成 y 等於 log boy 嘅 x 次。好，第二步我哋要分得清楚佢係上升定下跌嘅圖。我哋咧藍色嗰幅圖佢由左至右地上升，所以我就會知道佢個底就會大過1。好啦，而紫色嗰幅圖咧，佢係由左至右地下跌，所以個 boy 個底就會喺1同0之間。咁無論 exponential 啦定係 log 嘅圖，上升都會係個底大過1，下跌個底就會喺1同0之間啦。好，第三件事就係你要分到上述嘅大細。如果見到 exponential 嘅圖，你可以畫一條順時針嘅線，第一個接觸嘅係最大，中間係綠色 ，OK， 然後最後係紅色，所以我就會知道啦 ，OK， 個 A 會大過 boy， 然之後佢哋兩個都係上升嘅，所以大過1先，之後再大過 C， 再大過0。寫到呢句咧，基本上你所有嘅 option 你都會 tick 得到噶啦。然之後 log 嘅圖咁調翻轉，我就會畫一條逆時針嘅線。但係你要認得啦 ，OK， 我哋畫呢條順時針同埋逆時針嘅線咧，我哋都係會喺 quadrant 1，OK， 右上角去畫嘅。可能第一個接觸嘅叫最大，中間同埋最細掹翻出嚟。所以我哋藍色係最大，所以 dot 啦會大過1先，因為佢係上升嘅圖。然之後先到綠色 B， 之後 F 再大過0。好，咁基本上我寫好咗呢句嘅話，我幾嘅 option 全部都 tick 到。好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